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的灾情来到第9天，因为这江湖乡的大平村甲大东村这条佛祖街，因为地势较凹，就变做重灾区啊。目前县政府已经有向这中央争取中介主体，而且研究迁村的计划。不过受灾户是希望讲会当维持生活方便性。也若讲到要迁村，这土地的所有权要安怎计算，灾民也真关心。得算50块钱的有年，也毋过原本1楼的平房，明显直接变做地下室。花莲江湖乡东财区佛祖街继续搜救行动，也毋过大平村、大东村有89户因为地势较低，损长严重，县政府紧急向中央争取中介体，也研究迁村计划。有些地区它是属于地势过度低洼，即便未来这个在相关的堤防修建以后，可能民众还是会有疑虑。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会有规划所谓的中继跟这个长期的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概念，也有挑选了几个备选的地点。优先第一阶段先掌握这89户门牌是不是都有涉及，它的总人数是多少？第三个，它是急在人不在吗？所以我们要透过民政系统紧速掌握。目前第一步，政府有缘继续评估89户敢是有居住的可能，做落才下调中介体短期几个月，按伫最后才规划社会主体，也是迁村等永久方案。也毋过，敢是会当一地换地，土地所有权的争议有缘有待解决。如果中继屋的话，也要看位置是在哪一个地方啊。当然是还要以生活便利性为主啊，没有打算迁村的那个想法啦。这个地方怎么迁村？土地都在这里，你说要叫我们搬进来？我马太安溪的徛街、农田拢互土刷水淹去，甚至有3个部环受损，出现长度2860公尺的大范围崩塌。水利署也加派人力机库打造管道大约3至5公尺的临时土地。这个礼拜6，10月4号，我们将会完成第1道的临时土堤3公尺的部分，让这一个基本的保护达成。那后续我们会持续的加高跟加强。目前土地施作用3岸保护继续推进，内站土地18，中站太空包冻水，外站土角防护，到10月初1，防水已经累计完成长度800公尺，大约27.9%。水利署也讲要伫明年的大水期进前完成部分复建的工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